郭玲麗議員。多謝主席。首先呢，本人非常感謝邵家輝議員啦，提出優化輸入人才措施嘅議員議案，以及顏汶羽議員同埋李鎮強議員提出嘅修正案。優化輸入人才措施咧，相信咧，首先咧就係要喺引入外勞上面必須堅守質量行先嘅原則。海外咧有唔少嘅地區啦，都有外勞嘅政策，為配合當地需要咧，對外勞咧都有一定嘅要求嘅。好似澳洲技術移民積分制，佢哋規定咗外勞咧係需要通過職業評估啦，例如工程師必須咧睇 EA 嘅協會認證，其次咧必須通過咧語言嘅考試，同埋咧有本地嘅僱主嘅擔保。喺2022年啊，澳洲咧根據呢啲嘅要求咧，就引進嘅醫護嘅人才咧，其中有94%喺半年入邊咧係填補咗偏遠地區嘅所需嘅崗位。就質量優先同埋融入大灣區嘅發展方向下面，其實港府現時咧都積極推動大灣區專業嘅資歷互認，但係長遠嘅大灣區職業能力嘅標準呢，我本人咧認為都可以考慮咧，可以輸入嘅內地嘅勞工必須持有內地嘅1+X 嘅證書，並且咧通過本港嘅實務考試。未來咧更加可以咧同大灣區咧唔同嘅職業技術嘅學院啦，針對唔同嘅領域設計各行業銜接嘅課程，共建更多嘅培訓基地，實現咧灣區培養香港認證定向輸送嘅理念，同國家共同培養各項技術同埋專業嘅人才，推動咧各個產業同埋範疇嘅新質生產力嘅發展。另外啦，為促進咧三地嘅勞動關係協同嘅治理發展啦，提升跨境勞動關係公共服務能力，加強跨境從業者嘅權益保障嘅工作，廣東省人社部剛剛成立咗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勞動關係服務示範中心，可以見到優化人力嘅輸入機制，同時我哋都係需要建立對外勞嘅公平嘅保障。現時本港都出現咗一啲嘅外勞係被黑中介係扣取薪金，嚴重影響咗香港嘅國際聲譽。本人建議其實都可以研究設立舉報或者抽查嘅機制，設法係保障外勞嘅薪金不會被克扣或者詐騙，令到外勞喺香港係獲得合理嘅待遇同埋發展嘅空間，先可以形成人才留得住、產業有提升嘅正向嘅循環。不過打鐵還需自身難，面對勞工短缺同埋人力規劃嘅問題，另一方面都必須係要從本地嘅職業教育着手嘅。主席，引入外勞嘅政策最終嘅目標都應該係保障香港經濟嘅韌性同埋市民嘅福祉，同時都要配合本地嘅勞工技能嘅升級同埋產業價值鏈提升嘅深層需求。政府其實一直都非常注重本港嘅職業培訓嘅工作，推出唔少嘅政策，例如再培訓嘅課程、AI 愛增值嘅課程等等。今年教育局亦都加強咗本港嘅職業教育發展，成立咗應科大嘅聯盟啦、應科大嘅大學啦，提升咗修訂專上學院條例，進一步提升本港專業同埋職業教育嘅水平。本人認為為咗配合本港未來嘅發展，本地勞工嘅技能係需要同市場嘅需求係精準對接。政府可以進一步支持培訓嘅機構同埋行業嘅企業深度合作，針對不單止係建造業啦，或者其他科技服務嘅行業等等缺乏人手嘅領域啊，都應該要提升佢哋相關嘅培訓，亦同埋佢哋嘅人工智能嘅應用嘅課程，呢啲先至可以配合到課程同埋未來嘅發展嘅需要。未來更加可以擴展去中學，令到學校可以配合學生嘅需要啦，可以建立一個生涯規劃同埋一個應用嘅學習。喺中學階段盡早完成佢哋嘅資歷架構可以認可嘅證書課程或者微證書嘅課程，不單止可以填補我哋現時嘅職業嘅人才嘅缺口，更加可以協助學生有更多元嘅發展，落實職學雙軌並行嘅方向，提升我哋青年嘅就業嘅能力。主席，通過人力補充同埋人才培育雙軌並行嘅機制啊，精準輸入外勞解決燃眉之急嘅同時，亦都要利用好本地專業嘅職業專才嘅作為核心，將外勞政策同埋職業專才教育深度嘅結合，先可以達到真正嘅持續發展，成為本地產業升級嘅催化劑，有效帶動本地嘅勞工同埋技術人員、人工智能、科技創新等等嘅新興領域嘅發展，形成協同效力，
應，提升本港嘅經濟嘅競爭力。本人謹此陳辭，多謝主席。